今日酷熱天氣警告喎，做乜你哋仲喺度㗎？婆婆話今日好天氣，要出街曬多啲太陽，吸收多啲維他命 D， 對骨都好添。係啊，今日都曬夠啦，一齊翻屋企啦。婆婆啊，你唔舒服㗎？食咁多藥嘅？呢啲唔係藥嚟㗎，呢啲係鈣片同埋維他命啊，對骨好㗎。咁你叫我買豬骨煲湯，又係因為對骨好啊？我上網啊睇啲人教咁樣做咧，可以醫好骨質疏鬆啊，萬一跌親啊都冇咁容易骨折啊嘛。但係淨係靠呢啲營養補充劑真係夠咩？如果有骨質疏鬆，不如問下藥劑師嘅專業意見啦。如果想減慢骨質流失、改善骨質密度同埋降低骨折嘅機率，好似婆婆咁做係未必夠㗎。醫生同藥劑師需要根據患者骨質疏鬆嘅程度同埋骨折嘅風險，去制定相關嘅治療方案。現時有唔同嘅處方藥物可以選擇，大致分為促造骨同抗蝕骨兩大類。前者有助促進骨質生成，後者則有助減慢骨質流失。而治療時亦有口服藥同埋針劑可以選擇，因應唔同嘅藥物，服藥嘅頻率由每日1次至每年1次都有。最主要根據患者嘅臨床情況，選擇返合適嘅藥物治療，提升骨質密度並降低骨折嘅風險。除咗藥物治療外，生活習慣嘅改變亦都同樣重要。喺飲食方面，會建議選擇含有豐富鈣質嘅食物，例如牛奶、乳酪、芝士等，並盡量減少高鹽分嘅食物，以減少鈣質流失。喺運動方面，會建議做適量嘅負重運動，同埋可以強化肌肉嘅運動，以保持骨骼健康，防止骨質流失，令骨骼更堅固。記住啦，保持骨質唔疏鬆，多管齊下好輕鬆。最重要係諮詢你嘅藥劑師或者家庭醫生，商討返適合自己嘅治療方案，咁就可以輕鬆對抗骨質疏鬆啦。